立法院请文化部长李婉来报告今年的施政重点。调查立委是针对文化部处理预算的进度拢真关心，其中就有人质疑这总预算送出去够大，这文化部是安怎拢无提出报告来解读。部长是解释讲，这解读冻结的条件有影是真严格，要伫短短一个月内交出报告，实在是真困难。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伫咧顶个月2月19才对立法院送出去。拜四，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请文化部长李婉来报告今年施政重点，嘛接受质询。今年文化部预算总共放贷11亿，冻结34亿，原本本年290亿有15%受到影响。调查立委嘛关注预算解读冻结的进度，其中有国民党立委指出，有4亿的预算是会当书面解读的，嘛质疑文化部是安怎到当也未提出报告。 文化部是不是有确实准备好要来解冻预算了？什么时候可以把解冻案送进来？如果你看到我们被那个冻结的那个量啊，我这边手上一堆啊，你因为这个冻结实在太多到我们光是写这个报告会花掉我们所有时间。李婉解说，唔拿解读冻结的条件严格，而且项目真多，要伫短短一个月来交出书面报告，有影真困难。国民党立委嘛提出一卡面汤自保盆送互李婉，强调文化部唔是讨饭的，应当是煮饭的人，爱想办法解读冻结，提升文化产值。因为针对最近社会关注的统战议题，有民进党立委指出，这艺人利用公众的身份，伫咧中国也是网络发表伤害台湾主权的言论，嘛要求文化部提出对策管理和辅导。有些商业活动。 有没有附带条件？是需要再讲说我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的商业活动里面有没有这个附带条件？我们会对这个事情比过去更积极一点。其实会比较明确一点。本席会建议文化部这边你们其实在指引中可以很明确的点出违法的样态。 文化部表示，有配合立委会针对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的规范修改指引，该爱注意的代志。嘛表示，新指引当中有规划纳准艺人有申请台湾的辅导金，也是帮助。事后查到有做出伤害台湾主权的言行，拍算会甲钱约当来。文化部长表示，要禁止中国利用台湾艺人来对咱国做文化渗透。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